各位老友記大家好，今日英瑩軒我哋嚟傾下香港嘅2蚊優惠計劃，呢個可以話係長者最常用嘅福利之一啦。只要有一張細細嘅卡，就可以用優惠價遊遍香港，無論係去睇醫生、探親訪友，定係參加社區活動，都變得更加輕鬆方便。呢個計劃嘅目的係鼓勵長者同合資格嘅殘疾人士多啲參與社區活動，只需要每程2蚊就可以搭乘大部分指定嘅公共交通工具。如果原本車資低過2蚊，就直接俾原價就得啦。不過要特別提醒大家，由2024年8月25日起，所有60歲以上嘅長者都必須使用樂悠卡先至可以享受呢個優惠。以前用開嘅不記名長者八達通或者個人八達通就唔再適用啦。如果仲未申請，就要快啲去辦理啦。申請樂悠卡其實好簡單，只需要準備好：第一，香港身份證正本；第二，一張近期嘅彩色證件相，然後可以經過八達通 App 手機應用程式或者郵寄申請表嘅方式嚟辦理。呢個優惠覆蓋嘅交通工具非常多，基本上可以滿足到大家日常出行嘅需要。有咗2蚊優惠計劃，再加上英瑩軒嘅陪診及護送服務，長者出門就更加安心同方便啦。希望今日嘅介紹可以幫到大家，祝大家生活愉快。